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外邊位置大學生喎，響入邊呢，咁啊見到呢匹呢，亦都快閘嘅財富非凡啊。中間走上嚟嘅星光快區，外邊有兩隻維港激流追出藍衫2號啊，勁啲嘅勁進區嚟㗎。大約跟住個第6位到啦，粉紅衫內欄係北海道啊，響外邊紅衫呢，仲有呢隻都靈勇士啊，後邊嗰5匹馬健康小馬啦，外邊呢就越進齊歡啊，內欄尾3淺藍衫領航天子啊，尾二63呢有大千氣象，殿後個馬匹內欄位置係先到先得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大學生貼到難放㗎啦，跟住喺第2位外邊有勁進區啊，第3位嘅馬外邊啊維港激流啦，內欄第4黃魔財富非凡啊，落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內欄第5位粉紅衫北海道啊，外邊綠色帽淺藍袖呢，仲有星光快區啊，後邊個6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都靈勇士啦、領航天子淺藍衫響尾5啊，後邊嗰4匹馬越進齊歡健康小馬，尾二內欄呢，有呢匹咧先到先得啦，6 3殿後個馬匹係大千氣象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呢都仲係呢隻大學生有少少嘅優勢嘅，外邊啊勁進區啊，分列3、4位㗎嘛，埋邊啊財富非凡啦，外邊啊維港激流啦，第5位外邊有星光快區啊，咁啊響後邊嘅馬呢，仲有隻北海道啊，揈出嚟中外檔追有領航天子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咁啊勁進區已經係出咗嚟先啦，中間位置財富非凡3幾個箭步已經立上嚟要過啦，後邊嘅馬仲有星光快區啦，偷入邊上有先到先得，中間北海道啊接近終點，財富非凡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係勁進區啊，第3名有星光快區，第4名嘅馬就相當接近啊，埋邊先到先得個機會呢，就似乎高過北海道嘅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匹財富非凡咁啊谷草好，咪繼續跑谷草咯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順利贏馬，跑第2名係勁進區，星光快區第3，第4名埋邊先到先得。好啦，洛飛大熱門得手啦，財富之星贏馬，第2名擺前嘅勁進區，第3呢，稍追啦，星光快區第4先到先得。財富非凡真係學到籌喎，係喎。